大得了呀，天天个月末十几遍，今天呢是第40届歌剧祈愿法会。个么得了呀，创个的台北，从不是强那迫，么首先要向做的区别个，来参与他们南当，这次法会的尊贵的天龙国师扎山仁个不切，那新给的就准备的，还有所有的善知识、祖那新顾、给这个，上师，双的哈的排排看的，还有所有尊贵的僧团大众，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所有法友们，是什么原因？问候大家扎西德勒吉祥如意。大陆格局嘛，那么个么的了呀，这送学的就是的，看这些什么单元就是啥呢？那么去今年不送课噶举别的，祈愿法会期间啊，装修我也先不的呢，思考了要不用要这个讲什么样的主题。有些那么看的想到说，如果能够讲解一今年部大陆杜松前巴的连小朋友大众的了呀，开示哦，个月应该嘛那个会很好。有的送学的特别的，原因是什么呢？把这对送主要学的也是这种钱配不年合就是龄的，今年啊，让我讲讲，这在菩送提迦耶学法律的毕竟举开发的钱，行这个噶举祈愿法会前行开示哦，那么能够真的我们对。纪念举这张特别的行纪钱呢，这里念杜松前巴涅槃好了，这个东西搞832周的呀，年的一个把这对生特殊钱不的，纪念日。由于前行，我们有举办这样一个纪念活动，那就这个月所以呢，我这想说，些图的内容那都什么如果正行就是今天开始那这几天的样嘛，那么课程，够了呀，能够跟这个前行有一个就当相呼应，大天呢，会是很啊，好的。马不起，准备要研究啥呢？那就说了这个胸前没得不当，那么这是一个那就有原因，另开发外一个原出去有因是呢，这些的，因为我们祈愿有些别法会名的期间哦，钱的不来讲呢，总是会聚集这很多不同背那我景的把那些什么这来钱的些学，法友还有信众们，所以我觉下去得比起过把桥呢，去讲解桥啊去下这些去大经大论，那天这或者边就是说讲说一天天些当代学有钱者研的办究的都什么课题哦，都送。初学者伢早起的我们下边呢，更需要的个是对就我们自心那里呀，有帮助的少学生法教，听这个东西，所以如果能够讲解这些内容哦，会很好。学生的没设计的，那天样另做外一方面啊，我们一毛讲到一毛的大众开是呀，示这个传统，那就是噶举历代我讲祖师哦，什么看不都专门针对从普通一俺这个般民众学员来宣讲的一个这搞不传统，法的呀，就是大众开示。少学钱没它的事啊，内容是很做扼要的，听这嘛是啊，是浅显易懂，少学而且对我们的这边是啊，修心非这个常有帮助。少学嘛不要的。例如冈波巴大师哦，那这些都他就有是多部的大众开要把示，今天送给像是大众开示大全、个月大众开示善妙、大众开示功德圆满等等。另外像是帕莫主巴、护主吉田颂功等等其他噶举祖师呢，也有很多这样的这种叫大众开示。就当的根本长给钱的前面能听这边同样，我们传说嘛的，这个杜松前巴，法王杜松前巴，他的著作虽然并不是非常的宏大，就是并没有很多部，篇幅呢也不多，但是其中有这么几部大众开示。如果我们能够阅读这些、学习这些大众开示哦，我觉得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噶举祖师的一个特色。也就是通达这种精续密意的一个精华，所以无论开示什么呢，都是因为可以说，从实修圆满，从他们的正量中流露出的一个口诀哦，所以加持力呢也是与众不同的，所以大众开示哦就具备了，这样的一种特质。这早上我做个就炒水的时候，煎饼饼呢，那个月饼啦嘛，红嘛，就是说的是干多月的打工吧，工被人不看的人吧，对，论件都不记当，当那些送给的选品呢，这主办人们呢，他是没研究啥呢？那nhắm到了冲别个名啊，啥大人对不起。
所以我们可以那那看到这些知道的个参加呢，现在没着急，感觉因为原从来这些这就大众开始这样的教研可以看清楚，可以看到很清楚看到噶举祖师的一个特色，就是通达经绪密意的精华，而且无论开示什么呢，都是透过他们的实修的圆满，然后从他们的正量中流露出的这种口诀，所以加持力是与众不同。所以从这个大众开示里面会可以但以那样就对看到这系样子的数可以预约特质。了吗？那么给但就是呢，不是后来初学那样，初噶学那样举派路数的话，上师就宣讲这娘个大众从从开示的上面的，传统似乎哎，咋了的？是式系微了。数可以约那么次给，因为我们俩后期的接下来就噶举上初学者师们都很少就给听到或者说给的见到解决，所谓的这带上两种大众个就开示了。这个多啊。这里那第一个就天天忙着操练啊，我觉得这这样对于据信的大众就是一般的信众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所以呢，我想借着这次的机会，那么以一种介绍的方式讲解这个杜松前巴的这一部大众开示。那么这部大众开示里面讲说了修持佛法必须具足六法，所以我想讲的是大众开示里面有很多篇幅，这是其中的一篇，就是讲解这个具足六法的这个内容。那么大众开示中说什么呢？它的主颂文字是顶礼经珍贵上师、珍贵阿舍离开示，有这样的内容。那这里说的珍贵阿舍离应该就是指这个吉祥或者具德杜松前巴本人。而大家也都知道，杜松前巴呢是噶玛噶举传承的创始者，是第一世黑宝观持有者，也就是第一世噶玛巴。第八世法王米之多杰有就说过，佛陀化身吉祥冈波巴，与彼无别的阿舍离贡巴族密主尊者惹琼巴族前大乐游戏夫人萨列族，加玛瓦与恰巴吉巴萨夏惹瓦与惹洛吉贝若阿僧等百位大成就者前医治。所以这段是记载说，杜松前巴他医治了非常非常多的上师。他当时呢，在卫藏康这三个地区声名远播的所有这些，比如说法相的大师叫斯多龙扎玛瓦，还有查巴森，丘森、巴查尼玛扎等等座前他都圆满听闻了显宗方面的教法。还有呢，他也花了6年的时间跟随像大仙人沙拉瓦瑜伽士等等。还有西绕朵戒、瑜伽士这2位大师前，就学习了噶当派法门6年。之后呢，在大成就者叫做惹洛，还有萨迦派成就者康巴阿森等等座前呢，就圆满领受了密咒方面的灌顶传承，还有口诀。之后他就到了达拉冈波，那时候就第一次见到了杰贡粗，就是冈波巴的侄子，他就同时也见到了白度母。这时候杜松前巴就心想，我如果侄子都有这样的功德，那上师也就是冈波巴大师更是不可思议。所以呢，他就很长时间的医治冈波巴的叔侄，同时呢，在冈波，然后当时杜松前巴、泡沫主巴还有雅兹阿莫、新西加瓦4位那有这4位弟子是当时禅修非常非常的殊胜的这样子的4位修行者。总的来说呢，当时杜松前巴他医治了冈波巴大师、惹琼巴大师，还有林嘎瓦、直贡日巴，还有夫人巨深灯，还有泽莫囊卡斯尊，还有沙弥二兄弟等等这些以上提到这几位都是密勒日巴大师最主要的7位亲传弟子，所以他跟随着这所有的密勒日巴的亲传弟子圆满领受全部教授。在这个达布噶举当中，但只有他一人医治了7位密勒日巴的弟子。
亲传弟子。罗就差什么之后呢，就上能他罗就第一给他次前往这个文在些呢，卫藏，但后就在头那么当地呢他们的闻思前辈的佛法10多年，那么就还是而且小我实修呢把这那个12年以上。去年推了三点所以他的光把人家传记哦，比较说啊，完全体现出我们推在俱舍送过的论中，亚马这个观念，常说的先看引用的哪一俱舍论的一句话对，叫开始“因助戒勤修，塞不进闻去还思修有这些，所成”哦。所当然先以给介绍杜松前不对的，巴是一位具足闻那思修三搞的就者这样的送钱嘛的标准，呀，桥他上具备这样的主播殊胜看的干部的功德。看着钱，着的遇上看着后来呢，冈干的波巴大些些，之重前以前冈波点没得些，巴大师曾经受记说过，实修就康区、对吧？冈波、冈惹山，利众遍及卫藏康各处，去年所以这是还到时冈波巴候的的对他的这个做授记。干部乃那杜拉的嘛，松前巴呢，也依照冈波巴大师的去年他授记了，送来首先送来，到了冈其实看波乃朗，不了空，看不然后了太钱的，闭关实修。看不了干部乃朗，之后呢，干部在乃里的，康区多帮助的，新建了这赶紧冈没说的，波乃朗，现在还有噶玛日林、难不巧的钱呢，多邦普，他不给还有对吧？浙冈他们钦等等这些是原点，寺院。汤面钱这不所以下点他不是的。成为了最早在当然，这些康区就是点弘扬把它达波噶举写了呀，派的人。这到这成为蛮不容易的。那杜松前班这样的就遇到弟子方些个面哦，他也是看送要弟子非啥，常的多，非常叫我殊胜的弟新的子非常多。送钱，第八世法王米谁值多杰都上就曾给人说过：先的，遇狮到吼王杜松上把过着前巴，其的子立确的身桑杰遇到的惹千语，那不把当上把欲扎叫来，巴及藏巴看把的些护扎巴，上给也地把热地上师给长把惹巴，好把他们些智扎最二尊美都遇见与了嘛，那布巴就是些，及藏巴贾热，还接送有把他们圣者他们给善事桑杰也遇巴，还有桑是杰扎谁巴、等着，洛巴这让遍知者，他们这给呀。无真成就者，把了呀，皆为不打前方的您的弟子。全部拿也吧。所以，就原来说像第的不打八世法王就不去这一段的赞叹哦，放些就是达波噶举那就派哦，如好些吧。金山般的这种传承持有者哦，啊，等你总之嘛没就都对打错杜松水的，前巴是非常的当然错水尊重和拿过来呀。敬重的。所那那边以由三个此可知呢，世界都他有很多有跑了点众多吧吧，殊胜伟大的功德。却住的点吧些，接下来我们过去是。回到他的这个大台北众开的记得示哦，牛街的首先一句说：啊，台北写的若欲牛街的，以浪漫写的确实，一台北住生当了点中证得哦些，无上佛果，那必须具足六法：却住不得都是这些。信心、智慧与悲心，业嗯。见上师求正法，精进实修其义理。这样的这是这些送这六个。钱别个，搞得送不得事了，那那边边三个恐怕特别所以来了，在这里，阿舍现在里哦，也就是杜推荐那松前巴，么参见他说了什么呢？确他说，出唱歌不带送的，要证得无上佛果，必须大点啊，具我足们给他们六法那么个送军的作为呀，顺缘，或者说先往他们条件。这东沿的，让往他们这电话过去呢，一些，祖师们就说过一句话说：一切依这点就他皆啥了呢？是苦，电话是啊的，一切肯定记得是自主皆要的是是乐。哪里呢？所以，电话什是啊的，么叫做肯定记得是快乐哦？东沿是啊的，肯定记得是或要的是者哪里呢？什么叫做那痛苦呢？对不起，县民呢？简单来说，就电话像是啊的，前面祖师让就结们说的，束了，让网约吧点了呀，当自己的电话是。身心能够做主自主的时候，东岩这山的那个就叫做绿色的快乐。让外面把电如果线给自己的往里头点了呀，身心是东岩山。不能自主的，而是受制于其他的那他马因缘，上说了呀，这就叫绿的什做么呀？痛苦。电话要的为这些给是起名呢？那么我们现在问问自但那个己，我电话们现在就是中间的身的要的心有快点，乐吗？那样的电给暂网友的时的一些有抽快乐象的不是？是有的，小贝但是呢，电话一这些来啊，快乐我们电常常会话呀，随着因他的电缘话一来啊，而改变。就确譬如说，可实让能早上你刚刚的起来电话的很开心、很快对，乐，但我是随着是抽象的不时间，可是？能到了那电影中午、就是啥呢？下午，俺甚至俩说了呀，更短暂，让我脏一些事嘛就没情发生了，就写了，然后就让改变了。我脏嘛就没病就是啥呢？当俺俩说从这一点电话，很明显可以看不送到，超不生了，我电话们并让他们没有真正还是的自主，写不下的。而且其实我们现在我话了拥有的呗那快乐也今天并不是就那的近的。牛毛被想往都举不起也原就是说，因就是啥呢？只要我们还在轮回当俺说当中，电动化的没我们就会给你给的受到不灵的呀，我们的业力，得到他们还这些有各种那个给电话上来烦恼的这个话特别控制。给电给电话压水的吃药嘛。就算是获得善趣的人但电给电话天吧，压水的天人的这些感觉是身体，图的是哪他们的里呢？快乐也是暂时的，年年给不是就近的。钱往来，那么他所以，老一年啊，什么是那电就近的话我妈快乐？的天天托不得也是。就是当你电能够就是啥呢？从自己的电给业电话电还有话呀，烦恼那么就的这种按水给俺前置或别个缺给的，控制当他把中解是哪个？脱出他把是哪来的话，个的？这个时候你就来获年给希得真正的望嘞，快乐。他把所以，我们佛有的是教中他把是哪或者各位常听到一个词叫解脱，当然也呢呀，就是从你自己的查到他们业还有上个这个的烦恼要的为是的控制哪里呢？中解脱，天上就会得到一给干不了种很久的快乐。本来电卡上这个明但可能 是 Christmas 好，当下就只随便的，是得到当然是解脱，自老己得到解脱就够了吗？西路这是老啥，不够的。哎呀，才着要比的，如说这几人家道天理啊，大家也正在过，比俺这的如说圣是诞节当里啊，或者新这个年是这样一节当种节头不灵的庆的当时候，节当节，你们所以这个到克拉萨，时候家人会团嘎个着了聚在一起啊，钱给或者一起用餐聚餐，但然今天嘎个后来着了钱欢点零庆这样的头里呀，佳节。呀，这么里边但这路路里只是举都出去个例子哦，看不了呀，如果没说不少给，幸的是，天天哇，家里在那突然可让一百能发生一年的以前咱个这个闯过撞嘛火灾吧，脏完了，
结果呢，你自己，因为只有自己解脱嘛，所以说这举个例子，所以当这样的情况，如果你只是顾自己的解脱，然后你就逃出去了，不管家人的这个死活，你就自己逃命，这样对吗？这是不对的。所以同样的道理，这只是举个例子哦，就是说自己获得解脱是不够的，我们还要陪伴那些其他受苦的众生，就他们还被他们自己的业还有烦恼所折磨的这些众生，要跟他们同甘共苦，然后持续的努力帮助他们从轮回中解脱，这个就叫做菩萨行。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要清楚的，就是我们修持佛法，或者说我们要成佛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我们要帮助利益无量的众生，在我们证得佛果后，能够有能力利益无量的众生。要获得这样的果位，杜松前巴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必须具足6种条件或顺缘。这6个就是第一个信心，第二个智慧，第三个悲心，第四个就是业见或者说亲近善知识，第五个不只是亲近善知识，接着第五个是要向善知识求法，第六个接着要实修其意，有实修上师善知识所教的法。那么第一个是信心。那这里念一下杜松前巴的主文开始，其中首先信心最为主要。经云：无有信心者，不生诸白发，犹如火焚种，不能生青芽。如此广说了无信心的过患。集学论说明了信心的功德，稳固信心根，坚定菩提心，说明呢信心是一切功德法的根本。同时又说呢，自身甚义地，唯以信心正，光耀日轮耀，无目者不见。所以这说明了圣意实相无生之意，唯有具足殊胜信心者呢，才能证悟。因此，《华严经》中也说：信为宝藏财与足，如手能具善之根，守护增长诸功德。如母生信为签道，信令菩提树增长。如此广说了许多关于信心的功德。那么以上就是杜松前巴这一段关于信心的这个大众开示里面关于信心六法中的信心的一些开示。所以我们看到在六法当中哪一个最重要？首先这里说的就是信心最为重要。那一般我们会觉得，六法当中，首先依止上师，然后请求口诀等等这些，似乎是更为重要。但是为什么说信心最为重要呢？或者说首先最重要的，而不是一开始就要依止上师请求口诀？这有很多原因哦。首先，如果对上师和佛法没有信心，首先依止上师和求法，这本身就不会发生的，因为你没有信心。即使说依止了上师，求了口诀，同样还是没有信心的话，就最开始这个六法的第一个，如果没有信心的话，心就不能转向法。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哦，无论闻思修，三者，或者说讲说、辩论、著作等等，做的再多，也只是看起来像是佛法，它并不是真正的法。所以佛陀曾说：“无有信心者，不生诸白法，犹如火焚种，不能生青芽。”这就说明说，如果没有信心，任何的善功德是不会升起的。那么信心的功德，在这里杜松前巴就引用了齐天菩萨所写的《集学论》，稳固信心跟坚定菩提心。这说明什么？就是当我们对于佛法僧三宝升起一个很稳固的信心之后，就会升起一种坚定的意愿，说我也想要获得解脱和一切智的果位。所以我们再看到冈波巴大师，他在他的大众开示叫《吉祥圆满》中也有这么一段话，他说：一切法的根基或根本就是信心。对圆满正等觉佛呢有信心，
对他所说的法有信心，还有对于修持佛法的僧伽有信心。如果有这样子的信心啊，这就是恒常皈依三宝了。对，就像我们常常佛法中学到说，呃，分辨是不是佛教徒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啊，就是你有没有皈依三宝。那这里又说要皈依三宝，更重要的是信心哦。所以要升起真正的皈依哦，有信心就足够，没有信心就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皈依。接着呢，宋文中就主文中呢，杜松之巴引用了一句这个宝性论的词，叫做“自身圣义地，唯以信心正，光耀日轮耀，无目者不见”。这也说明啊，甚深的这个圣意实相无声的这样的深意哦，也只有具足殊胜信心的人才能够了悟，才能够证悟。所以，为什么上面会引用这一段呢？举例来说，如果说我们相信佛陀所说的四圣谛是真理，就算现在我们还没有亲证这个苦集灭道四圣谛，但是因为你相信佛陀说是真的，所以你常常会把这样的义理在心中去思维，不断的去想。所以，当有一天这个因缘成熟，或者遇到好的因缘的时候，就能够证悟到它的意义了。如果没有信心，没有这种一种信任啊，你根本就不会放在心上去想嘛，所以你就不会思维这个法义。所以重点就在于信心。比如说外道对于四谛没有信心，就算他们耳朵听到了，也不可能对四谛升起境界，只是因为没有信心。再看我们像藏地有很多不识字的老人家们，他们在这种学问上当然比不上很多这些班智达啊等等，但是因为他们有信心啊，有一天必定会对这种一定会对空性或者说大手印哦这些甚深的理解哦，他们是会了解的。这些都是因为信心的功德。尤其我们说甚深空性，还有像如来藏，还有大手印，这些都是超越我们凡夫思维的一些法门。我们现在呢，就连很粗略的理解都很难获得，更不用说真正了悟了。但是哦，如果就这样讲回来，刚刚提到，如果我们内心深处相信诸佛菩萨祖师们所说的是真的，然后就算我们现在不懂，但是我们会发愿祈请，祈愿我也能够有一天像佛菩萨们、像传承祖师们一样证悟啊。如果这样做的话，有一天你会证悟的。那特别像冈波巴大师，他红传的这个显宗大手印啊，他说不需要灌顶，也观受本尊不需要，也不需要修持清迈明点，而是依靠什么呢？上师的慈悲加持力而升起。所以上师的加持主要就是取决于信心和前进的。那么，总之呢，经论当中呢，很详细开示了没有信心的过患，还有具有信心的功德。但在座各位很多人都已经听过很多遍了，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带来太多的感受。所以我下面想到一些实际生活中的例子，来简单说明信心和信任会带来什么益处。第一个呢是信心，是面对这个，我觉得生活中很多不确定性，如果你有信心，你就能够让你的心平静。举例来说，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没有办法控制的一些情况，比如说生理上生病，或者说失业，或者说失恋，或者与家人的关系出现了一些这些问题等等。这时候，如果你能够有一种信心的话呢，你的内心或者一种信仰或者说信心的时候，你的内心就能够得到平静。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人他是对于三宝有信心，或者就算一般人吧，就是对像这个土地神啊，或者说一般的地神、山神有信心的人
这个人他会有一种信念啊，타르투베기一个想法是什么？징주엄 도당시 就是예버지기당 不仅是这个地球， 아나시 등인 呃，첨부 덴바직 就 사바 是还有 지단은 整个广 카메비 大的世界哦，它都 직딘베기 有一个最 상상하다 终极 딜레 的 파베기 秩序， 지 或者说一种 틱토 징주도 更重大 도당시기당 的一个意义。 아나 지단은 경아즈 사무당당라 하베기 등인 첨부 주야 예버지 덴데지 예버 이체 예버이나 由于他有这样的一种 다 信 덴드르비 心，或者 대바데 说一种 이체 信 되게 仰，他就能够 수수 在面 라완 对 민두에게 自 지금 己 동해다 刚刚谈到很多没 안에 有办法控 소소래야 制的痛 장대 苦、 不 모임베기 公，还有 된대게 各种的，甚至 지 是 강에 총밤 야나 치유 동해다 총에 甚至 살래야 死亡 총에 的时 qab야 候啊， 안에 就能够 수수 减 셈래야 少 동해 他内 닝도 心的痛 동하다 苦， 셈래야 지금 레사 然 뛰어서 예봐 后带给 된대게 他一种希 소화지 望，还有 소화지 依靠的感觉。 지단 팅상 지금 표시 빈다 那 가시에기 现在呢，有一 삼례 些 나로래야 藏 대바 人啊， 이제 제사데 会认为信 링 心 바꿈 그 남바지 还有 된대 信任 지래야 呢， 통한된 是 영어 一种保守 대바 사 的，或者 초아지 说落后的一些表现。 대바 사 레바닝 베기 제레스 파 바꿈 데베 기제레사 근데 会 시행에 觉得这 대용 是一种比较 초 保守 강견의 的 제베 있나 된대게 능수 예바데 대바래 作为。 이나양 아란 的确啊，从 수기 某些角 예바데 度来 이제 说是这 예바데 样子。 되네 当谈到信仰啊、信心，很多人会觉得哦，这是一比较保守、传统的一种想法。 동네 체토베기 누바 但是我们也应该 제베 要 예바 知道， 대양 其实 아주 시행 信心和信任是我们生活中常常都需要的，因为我们生活中有太多的，我们说各种无常吧，或者一般说风险，很多变化。如果你有信心跟信任，就能够帮助你面对这些风险跟变化。举例来说，譬如说好了，相信譬如说我们说黄金是有价值的，比如说黄金是会增值的，这来主要你会去买黄金，就是因为你相信黄金是有价值、是有增值的。但其实说真的，黄金它就只是一种金属而已。但因为你对黄金有信心，所以呢，即使你愿意要花很多钱，你也会尽量的去购买。同样，我们说生活中你要工作，做生意好了，互相之间的信心也是很重要的，或者说你对于未来的整个这个商业的我们说前景吧，有信心也是很重要的。但这就是一种无常，一个风险。因为我们没有人能够预知未来会怎么样，但是你因为有信心，可能对于未来的商业前景有信心，你对于你跟一起合作的伙伴有信心，所以你就会愿意投入一些钱呢，然后等等去做生意。就古时候来说吧，很多那些商人哦，他们就愿意就是乘船呢，跨越这种大海。那当时也没有像现在的有这种导航啊，甚至连世界地图可能也不清楚。那当时的船呢，主要是又是靠风力的，所以真的是风险是很大的，是很无常，根本不知道最终会到达哪里。但是他们还是愿意克服这些困难去做生意。所以，总之呢，很多人对自己的，比如说工作，对自己的行业，甚至对于自己的未来、自己的愿望等等，你是有一种信心，你才会有勇气踏上这种你从来没有走过的一条新的路，你才会有勇气愿意去走，去创新还有探索。所以我觉得信心还有信任，它不仅仅是面对这种不确定性获得平静的一种工具，不只是这样。换句话说，它也带给我们一种勇气，可以去面对各种的无常跟风险。再来呢，我觉得信心很重要的第二个原因是，它能够让你的行动成为可能。首先也是一样，我们面对未来，我们是不知道会怎么样的，因为万物都是无常，而且刹那刹那呢都在变化。我们没有办法用道理或者说推理、逻辑
然后100%的去确定说未来会怎么 근데 이제 样。땅 아주 망원 발래야 최시 띵제 내가 삼바이네 대고 좀但是，하기 즉 因此呢，胸部就如果我过路们要未来要他缺做做任我总要何事情，我他缺们重点是完整要开始，着我的我主要的这个就是你把要有一个去过了吧启动的那你按钮，看的是这是很台湾的一重要的。些下的别这个下下面呢帮助你没这个真正开始包括行动通通都的这个不缺啊让启那让动的按钮说是看是什么？是讲是个就是信心。没采购也比呢举个例子上来说，不安了呀没想不如得了呀如果我们一些给俺的要找一开始就下的搞个了吧找朋友，或者说一个找对象、结那婚的对现在一象也好，些啥的看这个苦首了吧先别那第一步就是要建立信任。别那那跑一步的没别呃，从电把路去这种没干信任呢，包括什么？超过电把钱吧，比如说要这个相信呢，以前吧，对方是伢呢真诚的，说是一个一段容啊，那以是可前容啊，靠的，别个没钱吧以前吧，伢呢就说了呀，骗当眼睛吧以前吧，或者伢呢相信呢，让了就对方想个是对根本钱自己用啥来上有上，这就帮助的，以前吧，那现在个一还有，起下的哦，当然很重要，跟自到己也对里呢。是心意相投哦等等。啊，所以没这里啊，这把所谓搞里啊，开总之呢，汽水的，我们在我没跟人互跑的动的不得了时候，呢。或者说尤其你在以前给跟一过啊开始个人差的哦，要建立这以前种关系也为呢，的时候，现在这把钱都用过的嘛。最重要、以最重要前没为呢，的就是首先要哎，对那个人这把有一个钱都用过信任。了，用啊，搞得好不了那么有了信任啊，才会想要建立啊，这个对，关系的。没解释。你把的，俺是迷茫不起，那穷再举一个逼那边例子哦，没挣钱，比如说很俺他多人那边拿不着钱嘛，从小我们都俺了钱就会接受教育，往他的钱呢，不让不都教育天就是我们天差一最后点不得了。从天天钱过我就真的搞的啥呢？呃穷人不起来呀，老最后，总之早钱最后读拿不着完大学，大不钱，甚至研究所，天天别说很钱别的，多人也希望忙完了呀，甚至能就说说够成为没事硕士、上不去博士别的，等等。没事也不去改图之的什么啥，所以会这个愿意投绕一位入这么长时网给，间在教育那上，俺就别说钱的就了。是相天天信什么？打的找相信这钱钱的种钱币呢，长期的我教育最穷人能够不起来，老早帮助自己在钱的，未来忙完了对了，可没事能两把钱生活往会过得比较绕完了一好一些。些月往俺就老换句早钱话说，别说我们这里钱的了。相信就是学天天对。习跟教育能够带来台湾的一一个些下光明的那个，未来。俺说白两个啥话就专门啊给，所以，稳住钱个打工，信心还有信任，就他最像是我明白是们做任那个，何事情的一我个从出呀启动的按钮。给胸着不的，哎，那台湾的一些信任能够让没我这个事，们行动起来，以因为有前给俺说信动，我叫伢因为有做要的，以信任，前也我们才把对那能够个说台湾我做土要的，愿意开始俺到这个去做。长乐呗就云山店呗讲，什么当官员，那都是干得好，忙完把你就看的就会，长哈活动嘛的吧，真的不然，如果总是停云在那边去山店呗。分析、去推理但俺说，未来会怎么样，那可能会一直想、一就现在直想，就会解决但团结却没有办往上的法真都来的有任何也是。的实际的行动那这个就开始。是说把去干点啥呢？动眼那么第了，三个军营军是什么？也不啥，就是信心能够动眼了，帮助你军营军也不啥的干点啥呢？正在经历的但那各种痛苦呢，变俺得更有最没事意义，变得拿了了呀，有意义。说是有啊，当这是里头什么意别个就思呢？动眼了，他是因为也忙不清楚个我嘛，们生活别呢，中都有很多也把喇叭着，你没有办法改跑不去我变的找不到，那痛苦，啥跑不了。还有困难，那等这比如个你说最穷别可能个失去多了呀，亲人、朋友，如果的或者说有生意过来什么当了他。失败，或者身体就上生病啊，什么当不了，各种。干了差不多啊。别人俺如们都我果你用都来中国看一呢，什么道啥路呀？理还有逻辑去都我天思考，可俺就过来能会想，中国看的呢，什么啥路？等这个为什么我什么这个会遇到这样的造成的痛苦？帮我多啊？为什么你那呀，是我是台这样？湾的一些也为呢，但但是呢，有啊那如果你有当主要嘛，不信心和是有啊信任的当主要嘛，时候，有啊当没都被动眼提出来呀，当你在什么面对这当那没些没有办设计过的，别法改呢？变的痛苦的时哦，候，你你就会动眼有一种有啊，别想那个，法说，看到没这个设计，痛苦对人没设计它的什么啥路？是有特殊的伢呢，意义的，你长它大了之后是对于就说，我的一个两个特殊的有啊，就试炼。长大了，知道不？没设计什么啥路？等这经济钱都不行，哇！等这人就台湾的一些也为呢，那么上的动眼没所以不说明，信心和信任啊，你呢呀？虽然没有台湾办法的一些也不在帮助你了点呢，立俺呢刻消除痛苦，动眼没三看普但是西多它能搞呀，够阻止然后这啊个对了，刚我晓得了。痛苦影响或者说彻底别人瓦解俺说就你的拼命，这种希别人望。忙不起给，说说里啊，动眼穷也够了呀，或者什么干的等个例啥，如呢，啊，很多这但你些藏族确对的老看这先生、老件事情。太太们，他们在遇伢呢，到很多痛苦说的时候，是给都伢当个会把确实看得起来，这别个里些面给逆境两岁了挫折哦，呀，
作为修行的一种考验，然后想尽办法去消除、去转 나는化。 참자면 즉 발제 중요한 대기 同时呢，他有 소수론이 的时候他们 강도 也会 강로야 把 슈이에 出现障碍 빡센지 了，他会把这种 대지스 障碍呢，발제 강가면 视为说，나버지 这是我 소수기 在走在正确道路上的一 철두야래 个 배수 征兆， 지림에 따르지 발제 예외 될 때는 因此 철두야래 他们会 배수 比以 지기 前 예외지 更加有决心，还有 양나베나로 精进。 슈이에 따라 세만도 보지래 무지시 여러분 디왕게 고소 알레게 심슈 체르라 존주 체르라 하지 요니 참참 고주기 양지 발제도 동해 정보인데 다 삼제 랑게 병원사가 내가 지부인 바로 지내有时候呢，他们会把 미지 这种 프로세스 痛 때문에 苦 콘텐츠 也会视为 아마로다 说， 유튜브 这是我 소비하러 过去 그지 业力 제제 的一个果 거나 报， 소사 所以他们 주장이야 会直诵，比如说金刚萨埵百字明，还有像是不动佛的咒语等等啊，然后努力的来积资进账。他们不会因为这些痛苦障碍而灰心丧志，不会。但现在别说现在水平的企业的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哦，Victor in Frankl 下的就是 有一个外国人叫做维克多·弗兰克， 他是一位著名的这个精神病学专家，他是奥地利的一个这位专家，他也是当时在这个奥斯维辛这个集中营当时的一个幸存者。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是在这个集中营中的一个幸存者。他的父母呢、妻子还有大部分的亲人呢，当时都死在了集中营里面。后来他成为这个精神病的一个专家哦，他的有一个学说叫做意义的治疗。다 디 고된 디 가르선 코랑 지샤베기 대 튜닝 덴베기 미스게더사他写 디나로야 出一 코랑 本，他写 대주샤 过一本书哦，大概是 공가 叫做가르친《活出 대주샤 生命的意义》。 습득도산에 저희 마신이베 他这里面 거야 就很清楚 공베 讲到了他的这个学 쯔어라 说 베 是什么 시장 意思。 서주직 다 디나로래야 지 하장 탑도베기 내당 망부치 他当时呢，너시 제바 유지하네 就观 다 察 코랑 集中营里面 심주치 各种 코랑 非常 사마타마들 가르쳐버렸어 痛苦的各种 또 的处境哦， 니리게 사회 구조 他就提 사람다 出了一个就是叫意 에 义。他觉得说人类有最基本的这个动力是什么？ 내가 就是 개슈 追求意 튜닝시도 义。 개치슈데 가르쳐서 튜닝서야 미슬레 튜닝서야 디레도스 가르레 슬라비나 급디디 쯔레 나네마 타퉁게 다 쯔레 난 所以 통게 他在书中 가야 有这么 타마시데 写到，他 프로스 说 이나 集中 타퉁게 营 카시 里面那些能够幸 타퉁게 存下 데서 来的 류도 囚犯 최고야 덴데 都有一 뭐 个共同的特点， 류도 就幸存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조디 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能够持续的保持内在的力量，这是他们的心的力量。 대한 고랑기 那为什么 대디야로 他们能够 가르 这样保存呢？保存这样的力量呢？是因为他们的生命中仍然拥有目标跟意义。 튜몽기 캐주지가 알았어. 고소 상마로 튜몽기 캐주지가. 튜몽기 캐주지 가르에서나 코즈기 다 낭셈기지 뉴도브세난라도 야나 즉 심슈디 마샤브지 무주 유경 체도가 아 데레도 알았어. 팀 다 코즈기 심슈 마샤브지 무투이니 즉 유경 체도비 균센데 가와도도 알았잖아. 코란 수기 미진나로라야 더동이네야 미유직다 튜닝지 예비 균센에 되는 고즈 모두는 심쇼 마샤바 제제 아니 손보내도 중요하레스 되지 공소하레스 제가 코란 그 섬주의 제비나 미지기 所以呢，根据他的这个观点啊， 튜닝 개발진 예바 如果一个人呢能够知道说自己的生命是有特殊的意义， 而这种的意义通常呢是来自于，比如说你有一种对于信仰或者说信念，比如说对于三宝的信心吧。那么总之，一个人如果有觉得生命有特殊的意义，他就能够忍受这种几乎
就是他能够忍受任何的痛苦，他都可以忍受。ane midigi be nedan khandiji ge wale ya chok ge yin ya ta kho ge ti ge dungye dan kange khandiji chungbo yin ya de sö tu ba ji yong res pa ji dungye da kange khandiji ye ne pe se wa sö tu ba ji yong res tuni ye be chwa te la den je ne ane sombu le ya de a ki ane ji nudo xian da man ra ji su su ge ta ji kar sho be 所以这种，那米大米的基因呢，它这边送不那边他搞了送不就认为赢呀，说这种大国上的意义感生锈是不是也问题？能军够激发咱们呢，出哎呢，一种这个说哎，超送不了凡的那样给生存的地界，力量，刚刚看这些学想要问呢，活下得苏去的这联切土把种力量。中国来是，这张光给年大切为个理解所以他著起来是呢，名的一这一切句都错一个格言是信念给什么呢？没得个，就是今天切的知道错个像为什么而东南他们几个人活的人舌头来啥的，就能够理解给忍受强调过来。任何他那些光给理生存的解样苦难。给了进现代就也不得看的是呢。米他还有些给为另外一句很原著名的则的，话啊，就是呢，说人的一现切米现在个真正写出来都是，可以被那样剥夺，聪明都不重要的，这但是个是呢，有一样东西没有办法被若夺走，米这个那是什么？写他们个让王的，那就让王的看是的是呢，人类最后的那当看自由，到这个话嘞那样，所就是属于个在任何得罪环境看的下人不当，选择所属于个自己的哪个看的人，态度，选择自己看说的道路。当嘛他们啥的，所属于哪个要的是，的米现在超度嘛的是，但的看的是个要的是那边呢，俺这边那当看的这个哪路也边呢，换句话说，都有的，就是无论我允许。们大南新给身在这个何处，没看这几当年都也为那样，处在什说是么样的没得给环境什么呀，但压力说或者原来说人群没得当中，给什么，台湾的一些也为呢，只要我放们能统让王够要的是，有台湾的一信念还有些没为呢，信心，让他王要嘛，就让王拉萨的是，苏康给拥有讲呢，自由。后来台湾的一些也为呢，苏任何康给讲人呢好嘛都没有办法打倒还有摧毁他。嘛，热土嘛的是，苏康给讲可到这么切土嘛的是，对呢。就算是面对很大的这种痛苦还有困难，例如可能有人遇到了一些不治之症呢，或者说这种破产失败啊，不管怎么样，因为他内心中有这种信念还有信心啊，这一切对他来说都会变得有意义。但是相反的来说，如果一个人呢，他内心失去了这种意义，就会产生一种空虚感，甚至会觉得人生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任何的价值，甚至最后想要有自毁、自轻的念头。所以这个人呢，富兰克他早在20世纪，现代社会的人们正在失去意义。浪这个样的是，的确就国人的龙点都比较要的是，挺有给的迷茫不起。第，但对人浪这个原先看来是呢，朝鲜的水军的人堂个打完忙不着了，水军的人堂个打完的时候人没想到，那同时呢，再加上现在传统价值观呢，都逐渐的在瓦解。搞不明白吧？这个是这个通奸没接不起，水军的人堂个打完的时候，同时，如果我们这时候也没有学会说我们要为自己的生命的意义承担责任的话，或者说找不到人生的生命的意义跟方向的时候，或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的话，就很容易陷入一种内心的空虚，或者说一种迷失的一种情况。所以这位呢，富兰克先生他认为哦，这种意义的匮乏，不就是个人的会遇到的痛苦和问题，不只是个人的心理的一种障碍，他觉得是整个时代的一个问题。那的确，这也是我们现在社会哦，你会看到的一个状况。所以这里也就回到谈到是信心，这里谈到是我们要对于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人生要怀抱着一种信念。所以，当我们讲到信心跟信念哦，你会看到它不是一个空洞的宗教的口号，它其实真的是你生活中，当你具备了信心、信念的时候，就会对于你的生活是有帮助的。好的，今天大概就讲到这里。